嚟咗架呢2026年 iCar 嘅 V23，呢個係 Standard 版，咁呢就19寸拎，我哋睇睇外觀先。19寸拎，黑色車身，黑色座位，係啦，呢個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出嚟嘅啫，膠紙啊肯定係冇搣噶啦。有留意呢架車嘅讀者呢，就可能都知噶啦。而家呢啲牌子呢，價錢就好合理啦，亦都可以叫做抵坐添啦。咁啊，設備呢，亦都即係算係俾得好足噶啦。咁啊，360鏡頭啊，電子嗰啲安全設備啊，嗰啲啊全部都有晒啊，電動座位啊咁樣，19寸合金拎，咁啊有盲點輔助啊嗰啲。哇！呢架車即係嗰個尺寸呢，同嗰個價錢呢，就好似都唔係好成正比啊。咁啊，因為如果你話第二個牌子呢啲咁嘅價位呢，就通常都冇咁大部嘅，係啦。咁咧嗱，呢架呢見到啦，拍得片嘅呢，就即係有現貨，係啦，即刻買，即刻轉名，即刻用得，係啦，已經上好晒牌，原廠又有保養。咁咧呢架車全身就冇咩好講啦。咁啊，所有呢個新車代理跟嚟嘅嘢呢，就全部都齊晒，有翻晒度噶啦。2026年 iCar V23 Standard 版，咁啊片尾呢有我嘅卡片，隨時可以讓我睇車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